天欲其亡，必令其狂。一個禮拜就漲粉100萬粉絲，大藍你是懂搞流量的，全網人都在關注大藍同志，你什麼時候直播隻賽？好消息，你老豆終於解套啦，而壞消息係你個仔俾人套住咗啊！今日一位車主就嚟到我呢度做保養，咁佢呢就係做小額貸款公司嘅，佢話本身都冇咩生意做嘅，但係國慶節期間呢，就好多人將啲車啊、屋啊就拎俾佢抵押借錢就去炒股，有人攞網貸嚟炒股，有人將結婚彩禮錢拎嚟炒股，有人將買房嘅首付款拎嚟炒股，其中有好多人呢就刷到大藍嘅呢段視頻，公開預測股市國慶後會暴漲，如果預測錯，我直播吃，給我全倉猛幹，幹就完了。大盤到4000點之前，給我停止一切其他投資，全倉大 A， 聽明白沒有？佢話呢個係10年不遇嘅大牛行情，佢自己都蘇氣瞓身入去，並且慫恿啲粉絲必須滿倉入市，驚死你搵唔到錢咁，並且揚言佢響3700點嘅時候就會出貨，會提前同啲粉絲講。千變萬化嘅股市，你都夠膽預言，真係只要你夠膽吹，仲真係有人信。你自己用下嗰粒腦諗下，你贏錢嘅時候，佢1分錢着數都冇；你輸錢嘅時候，佢亦都唔會同你兜底。天底下仲有咁樣嘅活雷鋒，每日發視頻都慫恿大家衝入個股市嗰度，煽動啲新韭菜嘅情緒，加上各種嘅輿論炒作。將股民嘅炒股熱情直接拉到情緒最高點，令到好多嘅韭菜盲目咁樣追高接盤。2600嘅時候冇人夠膽衝，3600嘅時候你夠膽衝埋去，8號衝入去就高開低走，到9號開盤直接低開5個點，2日啫，新開戶衝埋去嗰啲韭菜就已經勒住咗10個點啦，妥10個點啊！呢鑊閪嘢你仲唔坐艇？啲韭菜死咗啦，你教啊偶像，隻西你係梗咗噶啦，耶穌都救你唔到啊！呢句話我講嘅，實體經濟嗚呼哀哉，屍橫遍野，大 A 本身就唔係一個理性嘅市場，利用股市嘅泡沫嚟拉動經濟，本身就係一個權宜之計，並冇從根本上解決失業率、出生率、人口老化、行業內卷等等嘅社會問題。實驗證明，若果一間賭場派籌碼俾你，而到最後結局就係你輸得更多。麻煩你換位思考，若果你做領導人，你會唔會俾下邊嘅老百姓沉迷賭博而無心工作啊？若果每個人都喺股市度揾到錢，咁邊個去掃大街、洗廁所、起早貪黑賣水果？大盤將接近漲停板，券商全部漲停。就算你買進了套住了，我還是給你這樣句話：買得偉大，套得光榮。買得偉大，套得光榮，為國接盤，匹夫有責。上海爺叔點解得返2隻牙？你而家知道啦。每一次嘅牛市行情，能夠揾到錢嘅都係寥寥無幾，傾家蕩產嘅、身敗名裂嘅、妻離子散嘅，大有人在。依家嘅社會狀態係你贏得起，但係你輸唔起。個個都想鹹魚翻身，當全世界嘅人都認為呢個係個賺錢機會嘅時候，等住你嘅往往就係一個無底洞。若果你嘅最後救命稻草，最後一發子彈，你都拱埋落個股市嗰度，咁我就只能夠祝你下一世投胎做個好人。想喺股市入邊揾錢，我勸你就唔好發夢啦，該上班就上班，該食飯就食飯。呢條片你記得發俾啲90後新入市嘅韭菜，我奉勸你一句：浪子回頭就金不換，唔好響錯誤嘅道路上越走越遠。我打了搞過來，你們還沒迷信。